下场来看这个稻啊挂了，农地是进入到收耕期。台中雾峰五甲米地专区农友里的田中也各种的花材，即摆拢大丛开花，将做一个小花海，真侪人来看花翕相。是一片花海，含稻仔伫咧风中摇来摇去。这是雾峰5号的五甲米地专区，伫咧这几年的拍拼之下，已经扩大范围。农民伫咧稻仔收成了后，野种或者变做小花海。这色水袂歹啦，这都阮遮拢咧野红野落咧，当初是拢野红咧来参观这里看，看咧心情就足好个。农友欢喜伫咧花田中挽花，一大片的花水甲互人会搭志。另外一边，阁有白色色的花，袂输是戏出来底的景致。这个白鹭草看水，咱咧荞麦咧收成做荞麦面做一起，真有经济价值。利用稻仔收成了后的收耕期，分区野种，亲像百日草、荞麦花等等的花蕊，或者毋若有好风景，后续阁会当当作路肥的肥料，真正是一兼二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